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奧數小課堂。今日我哋嘅課題係和差倍問題。喺正式進入課題之前，我哋要重溫一下乜嘢係和，乜嘢係差，乜嘢係倍啦。和係兩個數加在一起嘅答案，亦都可以理解為兩種事物加在一起嘅數量。差係減法嘅答案，即係兩種事物同埋兩個數字嘅差距。至於倍嘅意思係增加咗同自己同樣嘅數目，例如數字3嘅2倍，即係3加3等於6啦。和差倍係比賽常見嘅問題嚟嘅，當中呢包括咗和差問題、和倍問題同埋差倍問題3大類，根據兩個數嘅和差倍嘅比較作為題目嘅。我哋先睇一個例子啦。呢個係和差問題嘅例子，小明同埋小玲共19歲，即係話佢哋嘅和係19啦。小明比小玲大1歲，呢個係佢哋嘅年齡差啦。問佢哋各自幾多歲？呢題係典型嘅和差問題啦。題目帶出咗兩個信息俾我哋：一，小明加小玲等於19歲；二，小明減小玲等於1歲。咁我哋畫咗個圖喺下邊啦。題目俾咗個資料，我哋知道小明係比小玲大1歲，所以呢大數呢條藍色線就代表小明，紅色線係代表小玲嘅歲數啦。啡色嘅部分就係佢哋嘅差距，年齡差係1歲咁解。喺圖裏邊我哋知道大數加小數即是和啦，再加埋個差，剛剛就係大數藍色線嘅2倍，所以推斷到大數嘅公式就係和加差除以2啦。至於小數，我哋將和減咗個差呢，剛好就係小數嘅2倍，所以小數嘅公式呢，就係和減差除以2啦。揾翻題目嘅資料先，小明加小玲等於19，小明減小玲等於1。咁我哋有咗頭先推算到出嚟嘅公式，我哋代翻入去，小明係藍色線嘅大數，19加1除2等於10歲，揾到小明係10歲啦。至於小玲呢，紅色線嘅小數，我哋代翻入公式，19減1除以2等於9歲啦。得知小玲嘅歲數係9歲。另外一個方法就係我哋知道佢哋嘅年齡和係19嘅話呢，揾到小明嘅歲數就可以將佢相減嚟揾到小玲嘅歲數啦。呢個係另外一個方法。咁今日我哋呢個視頻呢，就係介紹咗和差問題嘅例子。下一個視頻呢，我哋再睇其他嘅題型啦。下一個視頻再見啦，拜拜。